似乎为了培养淡市西拉雅的社会力，日前透过专家辅导课程以后，15号包括指定山上、白河等重点的部落，分别伫语言、工艺特点、文书地图以及产地的创意美食，拢呈现伫市民眼前，相当难能可贵。因为我们要扎根在西拉雅的聚落里面，然后族人们就是经过专家指导，然后有一些历史的脉络，然后他们就把文化地图给制作出来，然后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。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探究历史，然后去找到那个渊源，西拉雅整个发展的渊源，其实这跟我们的证明很有关系，因为有历史，然后就可以证明存在，所以这跟证明是息息相关的。你们会看到餐桌上面有一些美食，这些是有一些传统的素材，然后我们加上了一些现代的烹调料理方式，然后让这些原生种的植物，它可以展现出更美味的一个方式。其中每天伫这些民代陪同，嘛专工来西拉雅文化会馆，共同见证政府甲民间协会共同推动西拉雅部落文化的成果。会中除了肯定大家对文化传承的付出，嘛强调一定甲大家持续争取西拉雅的正名。那我想说，西拉雅整个活动的，包括证明，包括一些他们文化的相关活动，从苏万志前县长到赖清德前市长、李梦燕前代理市长，一直到现在，这11-20年来的轨迹，我们见证了许多西拉雅族人他们辛苦奋斗的一个努力，我们非常感谢他们。那将来这个部分可能分两个，第一个是证明的部分，需要在中央行政院、立法院经过一个证明的活动之后，能够对于他们相关的证明的运动能够得到全国的认同。第二个，在扎根的部分，我们地方政府会全力来配合，不管在语言、在文化、在活动以及在生活上，我们都希望能全力来协助，能够让台南市的这个西拉雅族人能够得到更多的一个支援跟协助。西拉雅部落透过家己的力量，一点一滴的成长，嘛希望和部落之间互相经验交流。努力将西拉雅族特有的自产特色保存甲传承。台南新闻管制何强邦采访报道。